这讲啥？环境大声咧骂，一位查甫人爱伊乖乖啊就范。这这哦，我互你机会哦。个案怎唔甘愿，要是来对警方乖乖转去。这位查甫人趁警方人无够，自警察局投诉，互家己罪加一等。时间发生伫昨暗时7点外，贩毒品罪释出的查甫人和其他3位嫌犯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被带转去分局实行侦讯。不过有4位嫌犯，敢若5位员警咧顾，其中阁有员警去送资料、摕资料，阁有人无用咧交班，上尾也敢若剩1位员警咧顾，伊无甲嫌犯铐起来，互伊掠到机会落跑。组成专案小组，全力追缉犯嫌，并于案发半小时后弃捕到案。本次发生人犯脱逃事件，本分局也召开检讨会议。留来个员警才拄毕业，较无2年，煞因为去掉监视器掠犯人，规个案件才很光，嘛有分局长真生气。虽然毒贩已经掠转来，不过员警要是因为伊的洗甲擦，互毒贩落跑负责，相当有可能被判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